為咗保住莫斯科同聖彼得堡，普京而家正進行一場極高風險嘅防空豪賭。俄羅斯將原本部署喺烏克蘭前線，甚至用嚟保護國內最重要軍事設施嘅防空系統逐步抽走，再調去克里姆林宮，認為更加迫切嘅地區。結果係，連俄羅斯唯一能夠建造核動力潛艇嘅城市，都開始失去原有嘅防空屏障。呢個地方就係北方城市北德文斯克。衛星影像顯示，保護當地船廠嘅防空陣地已經被悄悄拆走。呢次調動表面睇令人難以理解，但當俄羅斯面對烏克蘭持續深入境內嘅無人機攻擊，背後嘅邏輯就開始變得清楚。自蘇聯解體以來，俄軍從未經歷過規模咁大、時間咁長嘅消耗戰。防空系統、攔截導彈、雷達設備同受過訓練嘅操作人員都成為越來越稀缺嘅資源。莫斯科已經冇能力同一時間保護整個國家。克里姆林宮面對嘅問題，亦唔再係邊度值得防守，而係邊度可以暫時放棄。呢種壓力最後一路蔓延到北德文斯克。衛星影像顯示，由2024年開始，城市周邊兩個主要防空陣地幾乎已經被清空。自冷戰年代以來，呢兩個位置一直係保護當地船廠嘅防空骨幹。原本由隸屬北方艦隊嘅防空導彈團負責。第一個陣地位於北德維納河河口嘅阿格雷島，當地實際上有兩個互相支援嘅部署點，其中主陣地喺2024年夏季之前仍然有6個可以作戰嘅發射位置。較早期嘅衛星影像顯示，部署喺呢度嘅係 S-300防空系統，但而家同一個位置已經完全荒廢，場內睇唔到支援車輛、人員，亦冇任何明顯活動痕跡。更加關鍵嘅係，兩座負責火控嘅雷達亦已經消失。呢類雷達相當於成套系統嘅眼睛同大腦，冇咗佢哋發射器就無法鎖定目標。陣地內原本擺放嘅後備導彈容器亦已經全部撤走。呢啲容器並唔係普通物資。當發射器用完第一批導彈之後，必須依靠入面嘅後備彈藥重新裝填，連補充彈藥都一併搬走，代表今次唔似係短期調動，而係成套系統被永久撤離。第二個陣地位於距離船廠大約12公里嘅米拉諾夫山，呢度嘅變化可能係防空系統撤走最直接嘅證據。2024年，山上仍然部署咗8部 S-300發射器，每部可以扭晒4枚導彈。部分發射器上嘅導彈更加曾經升至垂直位置，即係系統長期維持喺作戰戒備狀態。陣地中央有一座大型交戰雷達，設施邊緣亦有另一座火控雷達。但歐洲哨兵2號衛星喺2026年6月至7月拍攝嘅影像，呈現出完全唔同嘅景象。發射器、雷達同支援車輛全部消失，將兩個陣地一齊計散。原本用嚟保護北德文斯克接近20套 S-300同 S-400系統，已經撤離專門為佢哋興建嘅固定位置。但呢種情況並唔只係發生喺北德文斯克，俄羅斯北部其他戰略地點亦出現類似調動。最值得留意嘅係新地島群島，呢度係俄羅斯著名嘅核試驗場，而保古羅加喬沃空軍基地嘅大部分防空系統亦已經被撤走。當地嘅導彈陣地至少由2015年開始一直維持運作。換句話講，俄羅斯唔單止冒險降低核潛艇船廠嘅防咬，連核試驗地區嘅防空屏障都一概削弱。新地島亦唔只係一個歷史核試場，俄羅斯核動力洲際巡航導彈布列雲斯特尼克亦喺呢個地區進行測試。普京曾經形容呢款武器係不可戰勝，連呢類戰略武器研發地點都要降低防空保護，反映俄羅斯面對嘅資源壓力有幾嚴重。其實呢次只係一個持續多年頹勢之中最新亦最極端嘅一環。到2023年年底，獨立調查組織 Bellingcat 已經記錄到
俄羅斯將部署喺加里寧格勒嘅 S-400防空系統拆走，再運去羅斯托夫，即係由俄羅斯最西面嘅前哨開始。防空系統已經逐步被抽調到戰爭需求最高嘅地區。之後，俄羅斯甚至開始直接由前線撤走裝備。當烏克蘭無人機開始攻擊莫斯科，普京將原本部署喺頓涅茨克同扎波羅熱前線嘅拉格防空系統調走，用嚟加固首都。將呢啲調動放埋一齊睇，結果非常明顯。自2022年戰爭開始以來，俄羅斯大約60%嘅 S-300同 S-400系統已經離開戰前部署位置。至於呢啲裝備去咗邊，只要睇俄羅斯最重視邊啲地方，就可以揾到答案。排喺最前面嘅，毫無疑問係莫斯科。今日莫斯科擁有全球其中一個最密集嘅城市防空網絡。首都外圍有2重防狗圈，市區內亦散布大量陣地，合共大約130個防空部署點。整個網絡嘅近程骨幹由超過50套能笨甲系統組成，主要負責能接無人機同低空目標。除此之外，亦有接近24個 S-400防空單位，負責對付巡航導彈同彈道導彈。近年克里姆林宮更加將能甲系統直接放上摩天大廈同政府建築物屋頂。但真正大量消耗俄羅斯防空系統嘅地方，其實係被佔領嘅克里米亞。烏克蘭對半島上嘅俄軍防空設施進行接近系統性嘅打擊。俄羅斯最初喺克里米亞部署咗5套 S-400系統，但烏克蘭之後逐一攻擊呢啲陣地。單係2024年春季2個月內，克里米亞接近15套防空系統被摧毀或者嚴重損壞。每當俄羅斯混入新系統填補空缺，烏克蘭就再發動攻擊。對克里姆林宮嚟講，呢種循環造成嘅代價非常沉重。單一套 S-400系統嘅成本可以高達6億美元，每一套被摧毀都代表龐大財政損失，同時亦製造一個必須立即填補嘅防下缺口。為咗填補呢啲缺口，俄羅斯開始將目光轉向遠離戰區，過號被視為安全嘅地區，北方就成為最直接嘅裝備來源。而一名軍官嘅死亡，可能就係北德文斯克防空系統被調去克里米亞最具體嘅證據。多年以來，負責北德文斯克防空嘅部隊，主要任務係保護城市同船廠，但呢個團一名指揮官最後卻死喺國家另一端最激烈嘅戰區。呢名軍官係51歲嘅中校弗拉基米爾斯皮里多諾夫，佢係一個 S-400防空營嘅指揮官。2024年4月30日，斯皮里多諾夫喺被佔領嘅克里米亞身亡。呢個日期並唔尋常，正喺同一日，國際傳媒報道烏克蘭對克里米亞多個俄軍防空位置發動連串打擊。單係呢個時間上嘅重疊已經相當清楚，反映北德文斯克嘅部隊同裝備可能被調到咗邊度。整件事最具象徵意味嘅細節出現喺葬禮。斯皮里多諾夫嘅遺體被送返家鄉北德文斯克安葬，而墓地距離米拉諾夫山防空陣地只有大約500米。佢被埋葬嘅地方就喺自己原本負責防守嘅陣地旁邊，但當時嗰套防空系統同相關人員已經由北方被連根拔起，送去南方戰場。呢個唔只係一名軍官嘅悲劇，亦成為俄羅斯整套防空資源被戰爭重新分配嘅沉默象徵。但真正重要嘅問題係，點解俄羅斯願意冒險令北德文斯克失去防空保護？因為北德文斯克並唔係一個普通工業城市，俄羅斯嘅核動力潛艇就係喺呢度建造。更加關鍵嘅係，市內嘅北方機械製造廠，亦即係 Sevmash 船廠，係俄羅斯目前唯一有能力生產核動力潛艇嘅設施。呢種高度集中，源自冷戰結束之後嘅決策。蘇聯時代一共有4間船廠可以建造核潛艇，但90年代初經濟崩潰之後，時任俄羅斯領導人姚利雲
決定將所有核潛艇生產集中到單一基地。自此之後 ，SAVMASH 就成為俄羅斯核潛艇工業唯一嘅生產核心。船廠超過80年嘅歷史入面，一共建造同下水138艘核潛艇。目前呢度主要生產兩個極重要嘅潛艇級別，第一個係北風之神級戰略核潛艇。呢類大型潛艇紐帶射程達洲際級別嘅布拉瓦核彈道導彈，每一艘北風之神級潛艇可以裝備16枚布拉瓦導彈，導彈可以紐帶多個獨立瞄準嘅核彈頭，亦具備突破防鋯系統嘅能力。即使只係一艘潛艇，理論上已經可以對一個大洲造成極大破壞。換句話講，北風之神級直接構成俄羅斯核威棧力量嘅海上部分，亦係俄羅斯維持第二次核反擊能力嘅核心平台。第二個級別係亞森 M 級攻擊核潛艇。呢類潛艇以現代化低噪音同高隱蔽性見稱，任務包括追蹤敵方艦艇，同時利用巡航導彈打擊遠距離陸上目標。除咗傳統魚雷，亞森 M 級亦可以配備魚石高超音速導彈，速度可以達到音速9倍。呢種速度令防空系統極難及時反應，亦令佢成為北約海上編隊同大型航空母艦戰鬥群面對嘅其中一種最不對稱威技。北德文斯克旁邊仲有成條核潛艇產業鏈嘅另一個關鍵環節，就係星造船廠。假如 SAVMASH 係核潛艇誕生嘅地方，星造船廠就係俄羅斯最大型嘅核潛艇維修翻修同現代化基地。由一艘核潛艇建造落水到服役期間嘅保養升級同大修，幾乎全部集中喺呢兩間雙輪船廠，即係話維持俄羅斯核潛艇艦隊運作嘅完整鏈條，實際上都依賴同一個城市。既然北德文斯克咁重要，點解克里姆林宮仍然願意抽走防空系統？答案仍然係烏克蘭持續不斷嘅無人機攻擊。過去多個月，烏克蘭無人機反覆攻擊俄羅斯煉油廠、機場同軍事設施。俄羅斯為咗擊落每一架泥鰍，無人機需要快速消耗昂貴嘅防空導彈。問題係攔截導彈嘅生產速度追唔上實際消耗速度，需要保護嘅目標越來越多，但發射系統導彈同人員數量始終有限，防空缺口亦因此持續擴大。另一方面，烏克蘭使用嘅武器亦令俄羅斯依賴咗幾十年嘅防空思維逐漸失效。蘇聯時代建立嘅防空系統主要針對巡航導彈、彈道威脅同高空勒炸機，並唔係為今日呢類低成本、低空飛行、雷達反射面積極細嘅無人機而設計。S300同 S400嘅基本邏輯係利用大型雷達喺遠距離發現高速高空而且體積較大嘅目標，再用遠程導彈攔截。但烏克蘭新一代遠程無人機正正利用咗呢套邏輯嘅盲點。FP2型、Lyuty 同 Sychin 等無人機唔再係沿住單一路線高速而且容易被發現嘅大型導彈，為咗避開雷達，佢哋可以喺極低高度飛行，幾乎貼住樹梢前進。部分型號亦唔需要依賴衛星信號導航，透過人工智能支援嘅地形辨識系統，無人機可以依照沿途地貌修正路線，令傳統電子干擾嘅效果大幅下降。當目標飛得太低，地面樹木同建築物產生嘅反射信號就會同無人機混埋一齊。對大型防空雷達嚟講，要及時將呢啲細小目標由背景雜訊入面分辨出嚟，並唔容易。而且無人機大量使用玻璃同維、碳唔維等複合物料，金屬零件亦盡量減少，令雷達反射面積進一步下降。喺熒幕上，佢哋可能只係一個模糊光點，甚至會被誤判成一群飛爪。呢類無人機真正具破壞力嘅地方，仲包括佢哋紐帶嘅炸藥。以烏克蘭 Firepoint 項目研發嘅 FP2型為例，射程超過370公里，爆炸載荷最高可以達到200公斤。換句話講，佢實際上就似一枚成本較低，但具備精準導航能力嘅大型飛行炸彈。
除咗現代遠程自殺式無人機，烏克蘭前線後方亦使用被稱為巴巴雅加嘅重型夜間勒炸無人機。呢類裝備配備熱成像同紅外線攝影系統，飛行聲音相對細，喺傳統蘇聯製雷達上留下嘅特徵，可能同一群飛鳥差唔多。結果係俄羅斯嘅防空系統唔單止數量不足，技術上亦未完全適應呢種新威脅。整個問題可以用一句說話概括：俄羅斯嘅防空臂已經太細，無法覆蓋佢需要保護嘅龐大國土。挪威國防研究所教授卡塔日拿齊斯克就將問題形容為需要保護嘅目標數量同俄羅斯實際擁有嘅發射器、攔截導彈以及受訓人員之間差距越拉越大，但由俄羅斯點樣重新分配呢張防空臂，可以睇到克里姆林宮真正嘅優先次序。有一啲資產，俄羅斯始終唔願意暴露。衛星影像顯示，保護洲際核導彈發射井同部署戰略勒炸機嘅空軍基地周邊防空部隊大部分仍然留喺原位。相反，邊啲地點可以被馴為生，就更加值得留意。北德文斯克係俄羅斯核潛艇生產同維修體系嘅核心，但克里姆林宮仍然願意承受佢防空能力下降嘅風險，即係俄羅斯選擇優先保護已經部署可以直接發動攻擊嘅戰略武器，而唔係保護生產同維持核威攏能力嘅工業基地。呢個選擇背後有一個非常危險嘅假設：俄羅斯相信短期內唔會有人對北德文斯克發動大規模攻擊，所以可以將當地系統暫時調走。但現代戰爭其中一個最殘酷嘅教訓就係固定目標面對無人機時可以非常脆弱。北德文斯克嘅船野、廠房、生產線同測試設施全部都係無法移動嘅大型目標。假如克里姆林宮對冇人會攻擊，呢個判斷出錯，代價可能唔係短期損失，而係一個難以收復嘅戰略打擊。要理解北德文斯克真正有幾重要，就要將視線放到整個北極。呢個並唔係一片普通嘅偏遠地區，而係今日全球地緣戰略競爭最集中嘅棋盤之一。第一個原因係核威能，俄羅斯海基核力量嘅核心就集中喺北德文斯克附近同科拉半島一帶。根據美國仲防部門2026年威同評估，俄羅斯大約2/3嘅海基核反擊能力都部署喺北極地區。具體嚟講，大約有7艘核動力彈道導彈潛艇長期部署喺加吉耶沃等科拉半島基地。呢啲潛艇紐帶嘅布拉瓦導彈射程超過9000公里，即使潛艇唔使離開基地附近水域，理論上亦有能力打擊其他大洲。呢種能力正正係俄羅斯第2次核反擊戰略嘅保證。就算陸上核力量同勒炸機基地受到攻擊，只要仍然有戰略核潛艇隱藏喺海底，俄羅斯就有能力進行報復。所以科拉半島同周邊海域一直係俄羅斯所謂保護防妥概念嘅中心。呢套概念只有一個目的，就係不惜代價保護戰略核潛艇。確學號佢哋可以安全進入大西洋，唔會被敵方追蹤或者封鎖。但呢座保護亦有一個地理上嘅弱點，俄羅斯核潛艇要由北方基地進入大西洋，必須通過幾個相對狹窄嘅海上通道。最重要嘅一個就係格陵蘭、冰島同英國之間嘅海上走廊，亦即係俗稱嘅 Duke 缺口。北約幾十年來一直利用水下監聽網絡監察通過呢個區域嘅潛艇活動。俄羅斯亦擔心，一旦爆發衝突，挪威斯瓦爾巴群島等重要位置可能會被用嚟限制，甚至切斷呢啲通道。從地理角度睇，俄羅斯嘅海基核力量就似一座被昂澤出口包圍嘅保護。但北極嘅價值並唔只係軍事，背後仲有極大經濟利益。隨住全球暖化令極地冰層減少，沿住俄羅斯北岸延伸嘅北方海航道越來越多時間可以通航。同傳統蘇伊士運河航線相比，北方海航道有潛力
將亞洲同歐洲之間嘅海運時間縮短幾個星期。呢條航道由俄羅斯國家核能企業 Rosatom 積極管理、完善，亦有大型液化天然氣項目支援。對受到制裁嘅俄羅斯經濟嚟講，北方海航道可以成為連接亞洲市場，尤其係中國市場，一條更加直接嘅生命線。俄羅斯接近一半海岸線面向呢條航道，因此將相關海域視為自己嘅主權範圍。為咗控制航線同相關收入，俄羅斯亦正建立全球規模最大嘅破冰船隊。普京多次表示，北極係俄羅斯嘅未來。過去10年，俄羅斯重新啟用大量蘇聯時代基地，而家沿住北極海岸已經有超過40個軍事設施、空軍基地同雷達站。北方艦隊亦因為戰略地位重要，一度被提升至獨立軍區級別。軍事設施、核力量、能源項目同航運利益集中喺同一片地區，自然令北極成為大國競爭焦點。而俄羅斯面對嘅另一邊係一個比過號更強、地理位置亦更有利嘅北約。芬蘭同瑞典加入北約之後，聯盟喺北極嘅戰略位置出現根本性變化。北約而家控制更加廣泛嘅北方海岸線，勢力範圍一路延伸到巴倫支海附近。波羅的海亦越來越具有北約內海嘅特徵。隨住邊界格局改變，科拉半島上多個俄羅斯重要基地已經進入由芬蘭境內起飛嘅北約戰機，短時間內可以抵達嘅範圍。挪威同俄羅斯共享一段漫長陸上邊界，亦處於呢條冷戰前線最直接嘅位置。挪威北部多個指揮同監察設施，長期追蹤俄羅斯北方艦隊潛艇活動。對俄羅斯更加不利嘅係，科拉半島原本部署嘅海軍陸戰隊同後備地面部隊，大部分已經被調去烏克蘭戰場。部分評估認為，呢啲部隊嘅數量實力已經損失大約80%，即係今日俄羅斯喺北極真正剩低嘅核心力量，已經唔係地面部隊，而係核潛艇艦隊以及生產維修呢啲潛艇嘅船廠。克里姆林宮等於喺北約競爭最激烈、北方海航道最重要、海基核力量最集中嘅地區，降低咗核潛艇工業核心嘅防空保護。咁如果烏克蘭有一日真係能夠打到北德文斯克，對 Severmesh 船廠造成嚴重破壞，俄羅斯有冇能力恢復？答案可能係整個情景入面最令人不安嘅部分，因為由現有條件睇，俄羅斯短期內幾乎冇替代方案。最根本嘅原因就係 Severmesh 係俄羅斯唯一可以建造核動力潛艇嘅船廠，對呢度造成重大破壞，唔只係炸毀幾座建築物，而係可能令俄羅斯整條核潛艇生產鏈由單一位置開始間創慢。建造核潛艇本身亦係一個極度複雜同漫長嘅過程。一艘核潛艇由建造到完成測試，平均需要大約7年。而俄羅斯而家面對嘅最大限制，仲包括西方制裁、現代核潛艇生產所需嘅微電子零件、精密加工設備同專用製造工具。過耗相當部分依賴西方技術，尤其係用嚟生產低噪音螺旋錳嘅高精度、多質素控機床以及複雜電子戰系統所需嘅晶片，供應都因為制裁受到嚴重限制。俄羅斯雖然透過中國同其他中間國家建立灰色供應渠道，但核潛艇製造要求極高嘅軍用標準同長期穩定嘅質量控制，並唔係普通商業零件可以取代。俄羅斯國防專家帕維爾盧津亦指出，潛艇生產涉及嘅整條協作鏈都已經因制裁受到衝擊，船廠能否維持高效率運作，存在相當大不確定性。更加值得留意嘅係 Severmesh 上一次大型現代化工程可以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當設備本身已經老化，供應鏈又受到制裁限制，一旦核心設施遭到嚴重破壞，重建難度就會非常高。從呢個角度睇，為咗應付莫斯科同克里米亞眼前嘅無人機威脅，
俄羅斯實際上承擔咗一個長期而且可能無法逆轉嘅風險。不過，北德文斯克亦唔係一個毫無防備可以輕易攻擊嘅目標。城市距離烏克蘭邊境大約1500至2000公里，深入俄羅斯境內，單係距離本身已經係一道巨大屏障。即使係烏克蘭最先進嘅遠程無人機，呢個距離亦接近佢哋嘅能力極限。無人機飛往北德文斯克途中，仲要穿過俄羅斯電子戰系統同剩餘防空網絡，覆蓋範圍，成功率自然會下降。北德文斯克所處嘅極地氣候亦係另一道天然防線，當地冬季氣溫可以跌到-40°C，暴風雪結冰同長時間嚴寒全部都會削弱無人機性能。低溫會明顯降低總電池效率，機翼同機身結冰亦會改變氣動結構，縮短航程同滯空時間，要由極遠距離發動大尾部，而且同步嘅無人機攻擊背後需要非常龐大嘅後勤同策劃能力。到目前為止，烏克蘭仍然未實際展示過呢種規模嘅北方遠程行動。機遇嘅無人機攻勢主要集中攻擊可以即時影響戰爭嘅目標，例如煉油廠、彈藥庫同前線空軍基地。呢類目標一旦受損，會直接削弱俄羅斯戰爭經濟同前線作戰能力。相比之下，攻擊一座桃園嘅核潛艇船廠，象徵意義可能非常大，但對眼前戰局嘅即時影響未必同樣明顯。另外，撤走遠程 S-300同 S-400系統，亦唔代表北德文斯克完全冇防空能力。衛星影像仍然顯示，區內保留咗少量近程防空系統。正如齊斯克教授指出，今次撤離亦可能包含一種主動戰略調整。俄羅斯或許正由固定笨重嘅防空陣地轉向更加分散同靈活嘅部署模式，用嚟應付現代低空威脅。但問題係，呢種調整究竟係真正轉型，定只係裝備不足之下嘅被迫選擇？目前仍然未有答案。普京而家進行嘅係一場用長期戰略安全換取眼前防空資源嘅豪賭。北德文斯克核試驗場同北極基地所失去嘅防空系統，暫時可能可以保住莫斯科同克里米亞更多目標，但一旦對手有能力打入呢啲原本被視為安全嘅地區，俄羅斯需要承受嘅就可能唔只係幾套裝備或者幾座建築物嘅損失，而係整個核潛艇工業體係出現無法快速修復嘅缺口。表面睇，呢只係防空系統重新部署，但真正改變緊嘅係俄羅斯對邊啲地方值得保護，邊啲地方可以冒險放棄嘅判斷。北方天空而家留下嘅空位，最終會成為一次成功嘅資源調配，定係俄羅斯日後最嚴重嘅戰略失誤，仍然要由下一次攻擊決定。你認為俄羅斯抽走北方防空系統，只係戰時壓力下嘅短期調整，定係一場可能動搖核潛艇力量嘅危險豪賭？歡迎喺留言區講低你嘅睇法。之後我哋會繼續追蹤局勢背後嘅戰略變化。想睇更多深入分析，記得訂閱頻道。